亚特兰大 Johns Creek 这套4房2卫的平层独栋，外观很好看，里面装修也不错，户型也很好，学区也是非常好的，但它为什么这么难卖呢？有的问题照片里很难看出来，比如说它门前这条 driveway 其实是有一个斜坡冲着房子的。还有一个问题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非常大的一个 deck， 可是呢，看到了吗？临街，而且离那个街很近。后面这条路是 Taylor Road， 哇，这个 deck 超大。Taylor Road 是通向 Chattahoochee High 和 Taylor Road Middle School。现在放假了，所以没有很多车，但是开学了以后可以想象吗？离公路太近了。